Hello，大家好，今次想同大家介紹一個朗天苑嘅設計 project，係位於屏山一個居屋屋苑。之前我哋都做咗啲小彩蛋，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呢？今次呢，我哋就揀咗呢一個19號單位，係一個2房嘅單位嚟嘅，開則都一貫居屋嘅傳統咧，係開門見廁嘅。廚房咧就喺右手邊嘅位置，客廳同埋飯廳係非常之窄長嘅。飯台嘅位置咧需要用到圓台或者一啲可變形家私去處理。兩間睡房都有自己嘅窗，尺寸唔算好大，剛好擺得落床同埋衣櫃。動線係呢一張平面圖最大嘅挑戰。第一條動線咧係由大門去廁所同埋廚房嘅道路，呢一條動線係冇問題嘅。最大問題嘅地方咧就係正門位置或者廚房位置去到睡房嘅通道，而呢一條通道咧正係會限制咗餐台嘅位置同埋大細，再加上原生平面圖嘅主力牆位置，導致到房門嘅位置不能夠改動，同時又要保留一條動線由大門去到master bedroom 嘅位置，正就係呢一張平面圖最大嘅弊處。客廳嘅設計咧係以淺色為主嘅，窗嘅下邊咧我哋做咗一個木色嘅展示櫃，除咗有擺設嘅用途之外咧，同時咧又增加咗空間嘅深度。左邊嘅米色牆咧，我哋用咗特別油漆，提升空間嘅質感。梳化咧，我哋就揀咗嚟自丹麥嘅品牌希，咁呢一張梳化咧就叫做 Arbor。之前我哋做投行 project 嘅時候咧，都有特登為佢哋嘅 CEO 揀咗呢一張梳化，佢俾人嘅印象係一個好老派嘅人。但係呢張凳嘅風格咧係比較 casual 嘅。最後佢好中意同埋好快就決定咗用呢一張凳，係揀咗胡桃木色。茶几方面咧都係用咗希呢一個品牌。呢張茶几咧叫做 Coffee， 佢嘅 design 咧係非常之簡約嘅。係用咗一啲實木嘅支架啦，再加一個有 texture 嘅長玻璃。張台嘅比例咧係窄同埋長嘅，同整體個窄長空間咧都好配合到。今次咧嘅窗簾我哋揀咗用木嘅百葉簾，為空間嘅光影咧帶嚟多啲層次。嚟到飯廳嘅部分啦，我哋用咗圓台嘅設計啦，再加上3張嘅餐椅，因為想襯翻一套，所以都係用咗希呢個品牌。咁呢一張餐椅就叫做 Plastics， 係一張簡單但係睇落唔 cheap 嘅餐椅，同埋我哋特登用咗黑色，就令到成個空間嘅層次感提升。餐台嘅後邊咧係一個儲物加鞋櫃嚟嘅，為咗令個空間睇落去更簡約咧，就特登做咗一個半隱藏式嘅設計。主人房嘅位置咧，可以擺到一張雙人床，再加一個大約米半闊嘅衣櫃，同埋一個床頭櫃嘅。為咗提升翻個格調咧，今次我哋又用咗一個綠色嘅絨面布咧，係做個床頭板。同時咧，我哋為咗個一致性咧，係用埋同一隻木嘅紋理嘅。然後咧，我哋再用一啲特別嘅磚或者石咧，去 highlight 翻成個空間。保持成個空間一致性之外咧，又可以區別到唔同空間嘅特色。右邊呢個衣櫃咧，就同出邊嘅鞋櫃咧，同樣係做咗一個隱藏式嘅設計。睡房呢一個位置咧，大致同主人房咧都係接近嘅，只能夠咧就放到一張單人床啦，再加一個大約米2闊嘅衣櫃。床頭板同埋側櫃咧就用咗藍色嘅絨面布啦，而木紋咧都係用翻同廳同埋主人房一樣嘅木紋嘅。另外咧喺開門嘅位置咧，特登就加咗一幅 artwork 去 highlight 翻整體空間。洗手間嘅部分咧，我哋特登做咗一個吊高嘅洗手盆櫃嘅。睇落去咧會更加有空間感同埋容易清潔嘅。鏡櫃咧，我哋特登做咗一個修長 slim 嘅版本啦。而特色牆咧，我哋就用咗一個綠色磚牆去做個 highlight。浴室櫃咧，我哋就用咗胡桃木色再加白色嘅雲石。
地磚呢，我哋又用咗灰色嘅地磚嘅。提一提大家喺揀廚房或者浴室嘅地磚嘅時候，記得揀防線級數去到 R9 至 R10嘅，咁樣用起上嚟先更加安全。廚房嘅位置呢，想俾一種好乾淨、簡約嘅感覺。咁主要呢，周圍嘅設計呢都係以白色為主嘅。牆身呢，我哋就用咗藍色嘅磚牆去做啦，同時 highlight 咗個空間之外呢，又增加咗空間嘅深度嘅。櫥櫃嘅台面呢，我哋就揀咗呢一隻 Terrazzo 嘅人造石，配合翻白色嘅櫃之餘呢，仲有一啲 texture。考慮到今次係一個居屋設計，主要係透過空間同埋簡單嘅物料去凸顯成個空間。家私方面呢，我哋都特登揀咗啲耐用啲嘅家私。今次朗天苑嘅設計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中意嘅話，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啊。關於居屋或者 design 嘅嘢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問我哋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都可以。同埋我哋荃灣 studio 正式開張啦，有需要上嚟同我哋傾下。另外提一提，上嚟之前記得喺 WhatsApp 語啊。